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耶利米书19章第1节到15节，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好仆人。应该怎样才会通成做上帝眼中好的仆人？非常简单讲的一个方面就是敬拜上帝。但是事实上，伫生活顶悬有济值得咱去思考伫这方面。首先，咱着爱思考的是被拣选，或者是讲被呼召的目的是甚么货？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目标。有人爱受拣选，领受救恩，成做基督徒，成做门徒；也有基督徒被呼召，成做上帝的仆人。搁较进一步来讲，就是成做使徒。捌去到伫几间无共款的 7-Eleven， 却有无共款的经验。伫前礼拜到伫新竹圣经学院受训的时阵，到伫附近的 7-Eleven 买一杯咖啡。当时店内面唯一的员工伫阮入去的时阵，就马上大声喊讲：“欢迎光临！”我就对伊讲：“麻烦互我一杯小的拿铁。”结果伊完全无有反应，继续伊的动作，咧巡视遮的物件的即个柜台。继续对门口所有的叮咚的声，拢真有制式式的欢迎光临。但是面顶悬却无任何的表情。其实我会当等，只不过是我所期待的是伊甲我讲：“你请等一个负责的人连伊来。”就是伊有其他的反应。前几工伫下午时去外口行路运动，却拄着临时来的大雨，所以临时着找一个亭仔骹来避雨，然后就进入伫边仔一间 7-Eleven 避雨，约了差不多半点钟，伫迄个所在来踅来踅去。伫这20-30分钟的中间，有员工过来问阮讲：“咧找甚物需要帮忙？”着甲我讲。无偌久，有一位无穿制服的人来问阮需要甚物吗？然后就看到阮徛伫迄个柜台迄个橱讲：“哦，这个物件3个100块，我阁送你一个纪念品吼。”无顺伊又讲，这个人应该是店长。当秘到约20-30分钟了后，拢总差不多有4位员工过来拍招呼。这两间同款的 7-Eleven 的经验，我毋知影兄弟安尼听了后，感觉倒一间的员工是迄个尽职的 7-Eleven 的员工呢？就基督徒来看，基督徒应该是福音的仆人。要安怎成做上帝眼中、厝边眼中的好仆人？如果亲像伫咧选举的时，有某一位的候选人强调家己是基督徒，到处咧拜访拜票的时阵，却行入去伫庙寺，为着选票的关系就举香祭拜。这个人是好的上帝的仆人吗？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去买一个肥仔的容器一个器具，
过来对以色列人会长老甲即个年长的祭司的面前，将迄个器具来拍互水油油。上帝爱亚利米先知宣布讲，接续上帝吩咐我，伫当行的人面前讲嘴迄个干仔，因宣布上帝万军的统帅所讲的话。伊讲，我要消灭这的人民，来互即个城水洋洋，亲像人讲喙即个干仔，袂话通修补。人要将因的身躯埋葬伫倒位屉，因为别个所在无有空地通好埋葬因。我要照样来对付即个城甲遮的百姓，互即个城变做倒废屉。耶路撒冷的厝、犹大君王的宫殿，以及捌伫厝顶遮的星烧香神明来献酒的房屋，拢要亲像倒废屉共款，诚做无圣洁的所在。因为以色列人虽然蒙恩得救，并且受呼召来军队上帝，但是因却是追求敬拜偶像。圣经佫讲，我安尼做是因为我的子民气杀我，因伫即个所在别个神明来献祭，污染即个土地。因拜的神明是因甲因的祖先所毋捌的。犹大君王无熟悉，因将无辜的人的血鸦片伫即个所在，为了巴力做祭坛，伫顶悬来烧家己的儿女做圣祭。我从来无命令因安尼做，我连想也无想过即种代志。因为安尼，上帝爱以色列人伫拄着极大的苦难，因为因家己选择着离开上帝的保守。圣经又搁安尼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所讲的话，伊讲，我要照我讲过的话，降大灾难伫即个城甲周围的庄头，因为恁固执毋听趁我的话。保罗也甲提摩太讲，好的仆人就是爱将这的事指示兄弟。这的事是啥？就是记载伫咱昨所读分享的经文《提摩太前书》第4章第1节到第5节。保罗提到着因将来伫要背信，去顺服迄个卖血人的声明，以及鬼神的教示，甚至伫即个食米顶悬也有奇怪背离真道的教导。就是讲，上帝好仆人应该着爱尽职，亲像先知相款，来将上帝所托付的话来一一来传达，来严格的教导，互基督徒的性命会当按着敬虔的方向受到锻炼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如果你将这的事指示兄弟姊妹，你就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。上时迄个信心之道就会甲你共款，对你伫正确的道理会帮助你家己伫灵性顶悬的中进。伫到遐个毋值得讲的乌白来的传说，拢应该爱避免，爱为着敬虔的生活来锻炼家己。身体锻炼当然是有一寡利益，
灵性的锻炼伫逐方面对你也拢有利益。因为后面的人会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，这个话是可靠的，值得完全接受的。今仔日这段的经文就是保罗甲提摩太互伊的教导，互伊会通成做少年，佮有好典范的主的工人，成做上帝眼中好仆人。这中间上出名的一段经文的提醒，就是讲，莫互人看轻你少年，无论伫言行、举止、疼心、信心、甲纯洁逐方面，拢爱做信徒的模样。你着爱宣读圣经、讲道、甲教导的工作顶悬，爱下功夫伫教碗内。毋通忽略着你属灵的温书，这个温书是借着先知的预言，甲长老的话手赏赐互你。这个事你着爱专心一意去做，互大家看出你的忠贞。你着爱谨慎家己，对你的教导也着爱细致，着爱有耐心来做这个事。安尼，你不但会救家己，也会当救你听你的话的人。求主帮助咱会通真心来追求伊的真理，忠心伫伊所托付交互咱的责任，成做伊眼中的好仆人。诗篇第2篇，列国是安怎在做啥事？万民是安怎计划空空的阴谋？地上的君王在排阵，统治者斗阵计谋，要对抗上主甲伊选立的王。因讲，咱的讲喙压制咱的脚趾，来擦断束缚咱的手。上主坐伫天顶得笑，得体笑因的计谋，伊受气甲因警告，我圣地互因惊吓。伊讲，伫我的圣山锡安，我已经设立所竞选做王。王讲，我要宣告上主的圣旨。伊甲我讲，你是我的囝，我今仔日生你。对我求，我就将列国互你做领土，将全地互你做产业。你要用铁管甲因讲，亲像讲水的飞跃器。正君王啊，着谨慎；统治者着接受警戒，着用敬虔服侍上主。用行行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才免伊起圣地，互恁伫路中灭无。因为伊会随时发受气。追求上主避难所的人，真正有福气。感谢主，互阮有福气来蒙恩得救，也有阮伫蒙恩伫教会，蒙调伫教会来服侍。求主帮助阮，不但是做代志，佮将每一项代志、每一工甲你会通建立真好的关系，追求真理来做第一重要的事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